你有冇發現一件事啊？有啲人咧覆信息覆得好慢，甚至乎咧可能成日都消失。但奇怪係咁樣，你反而更在意佢。手機一震，你第一時間就會睇。如果唔係佢嘅信息咧，心入邊就有一點失落。好多人就覺得好矛盾啦。明明呢段關係令到自己不安，但係點解越嚟越放唔低嘅？其實呢個背後咧都有一個心理嘅機制。當一段關係充滿不確定，大腦就會想揾答案。佢點解唔覆我呢？佢係咪唔在乎我呢？係咪我講錯咗啲乜嘢啊？呢啲問題會令到你嘅注意力一直停留喺呢一個人身上，而當佢突然間回你一句信息，哪怕只係一句普通嘅說話，你都瞬間鬆一口氣。呢種忽冷忽熱嘅回應就令到大腦產生一種好強烈嘅情緒循環，久而久之你就將呢種起伏好大嘅感覺誤以為係特別在乎。但其實真正嘅健康關係好少令到人一直猜測，你唔使每日等一個信息，唔使靠對方嘅回覆嚟確認自己嘅位置。如果有一段關係總係令到你感覺焦慮，一直喺度等待，甚至乎懷疑自己，好可能呢個並唔係愛，而係不確定嘅感覺令到你上癮。